坦洲買樓真係抵啊！10萬蚊嘅首期你可以買低呢套3+1房喎，入門嘅位置你睇下呢個呢係送俾你嘅雜物房嚟㗎。咁平時細蚊仔啲單車啊，或者你啲雜物呢，全部堆喺嗰度就得㗎啦。入到門啊，呢一種超厚實嘅實木門密碼鎖到頂嘅鞋櫃，全部係交付標準。咁10萬蚊首期包括啲乜呢？全屋嘅豪裝唔單止，仲要送你一個車位啊！南向嘅露台呢，可以望翻成個坦洲嘅嗰個城市景觀，都係相當靚仔㗎。南北通透嘅一個設計喎，呢邊仲有北面都有窗嘅，平時打開呢，可以南北通。跟住我哋望到 L 型嘅廚房都同你全部做好晒啦。更加誇張嘅係，你望到呢啲無主燈、天花吊頂、中央冷氣都係交標嚟㗎。你睇下呢間房，兒童房好大間啊！跟住對面就係一個3段式嘅衛生間啦，隔離仲有個長者房，都係睇翻成個坦洲嘅城市景觀㗎。主人房呢度咧可以做一大排嘅衣帽間位啦，包括呢度仲有一個主人房、陶瓷衛生間㗎。10萬蚊首期可以喺坦洲攞低咁靚嘅豪宅單位啦，3+1嘅單位，而且係南北通，仲送埋一個車位，全屋嘅豪裝現樓。感興趣嘅話，朋友咧可以 PM 我。